七上，七上，成奸的人没晕，倒是外面担心的人先晕了。鹏鹏，赵王回来了，平宁解围了。你昨夜喊的那3个字，那么大声。你爱我这件事，想必整个将军府的人都知道。我就是让所有人都知道。那你呢？鹏鹏，我心悦你。别给我整这文的。我要你说，我爱你。鹏鹏，我爱你。你的伤还疼吗？有你在我就好多了。皇上，娘娘，赵王，快请坐。哎，哇，赵王今天看起来好 man 哦。哎 ，man 是什么 man 就是形容你强壮、有力量，充满了男性激素。哎，那是。之前啊，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大怂蛋，谁知道我一踏入疆场以后，简直就一发不可收拾，所向披靡，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，我自己都不敢相信。然后我的手下们还给我取了个外号，叫做北漠杀神。北漠杀神，你确定是北漠杀神，不是北漠杀星？太好玩了！赵王坐啊。这次多亏了赵王提前2日赶回平宁，平宁城才得以解围。赵王立下了汗马功劳，等回去以后，朕一定要对他大加封赏。首先啊，我在北漠跟鞑子交手的时候，在北漠的军营里发现了一个人，姜氏。对，一猜就是。小心你屁股开花！绿篱什么脾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嗨，娘娘，我跟江映月已经没有半点关系了，更何况这根本不是事情的重点。事情的重点是，江映月告诉了我一件事情，而经过我调查以后，发现他说的确实属实。何事？你知道鞑子为什么会突然围堵平宁城吗？是他们早就知道了平宁城是一座空城，而报信的人就是九王。江映月还在鞑子的军营里看见了九王和杨岩。我当时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也非常的震惊。原本他犯了弑君之罪，朕并不一定会杀他。可现如今，他是通敌呀！他可真是糊涂。九哥，你拦着我干什么？如今北漠气数已尽，大势已去，天都不助我的希望已经破灭了。九哥，我讲不出什么大道理来，我只知道不能让你做傻事啊。以前你劝我觉得是为了张鹏鹏，还能咬牙挺过去。但现在，我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九哥，天大地大，哪怕流落四方，我也愿意一心跟随。倘若你要死的话，那就先把我给杀了吧。要死，我们就死在一起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唯一没有负我的人只有你。可是现在，我竟不知道该怎么回报你。九哥，你要是真兄弟的话，你就听我的，别做傻事。九哥，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九王会走到绝路上去。您说江映月说的能牢靠吗？赵王已经调查证实了。怎么，你因为赵王救了他不高兴啊？娘娘，奴婢早就不会因为江映月的事情再跟赵王置气了。跟了您这么久，
大度明事理，也跟着学了不少。再说了，赵王敢救他，说明赵王心里坦荡，奴婢信他。赵王是个重情义、明事理的人，他表面上像个傻白甜，实际上他这个人啊，大智若愚，我们谁都比不上他。奴婢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，遇上了他。九王能做出通敌这样的事儿，我真是想不明白。平宁城被困，就意味着我性命会不保。看来九王当时也是狠心舍下了我。娘娘，赵王有一句话算是说对了，只有皇上才是您最牢靠的倚仗。启禀皇上，我南下大军已经攻破了北漠的都城上京，俘获了鞑子的皇帝、皇后、妃子等2000皇族宗室。好，杨将军，各位爱卿，你们这些日子都辛苦了。皇上，您才是最辛苦的。传令下去，所有人等尽快整顿好一切，准备班师回朝。是。哎，这班师回朝都回了2个月了，每次都那么说，谁还会相信呢？说的就是啊，现在每天宫中的日子多爽啊！我再也不用提前1、2个时辰梳妆打扮了呢。哎呦，你要不说，我还真没有看出来，你的真面目原来长这样啊！那怎么了？都说啊，化妆是为了尊重自己。我呸！我连自己想见的都见不到，我还装个屁了啦！哎呀，以前我这脚气怎么都不见好，现在时不时让它出来吹吹风、晒晒太阳，我这脚气倒是好了一大半了，再也不用担心皇上看到会不雅观了。难道你们就不想念皇上吗？想，怎么不想？可是，一想到啊，现在每天自由散漫又舒坦的生活，对他的想念呢，就减少了1/3。娘娘，娘娘，那边传来消息，说皇上已经到了城门口，很快就要到皇宫了。赶快梳妆，各位打扮。皇上，罪臣领罪来了。杨将军这么晚来此，可是有什么事？皇上，臣教子无方，教子无方啊！是关于杨言的事。皇上，臣刚刚收到我那逆子杨言的家书，家书上说，他和九王在一起，正逃往关外。我那逆子从小脑袋瓜就不好使，他现在和九王估计正在圣都周边。臣现在就带兵把他抓回来。不必了。啊，皇上，您另有谋划？该如何处置九王和杨言，这也不是没有想过，只是还没有想好。皇上，您有何疑虑？九王和杨言现在还未归案，若是他们被抓到了，朝中大臣一定会上书，要求将他们处死。可是皇祖母年岁已大，再加上杨将军你，皇上，您要是顾虑我和那逆子的父子关系，那臣现在就和他断绝关系。不只是你，包括杨家的祖辈，都对南下有恩，战功显赫。若是处死他们，怕是会伤了很多人的心。如今他们在外逃亡，不再回圣都，也不会再威胁到朝廷，如此倒甚好。就任凭他们自生自灭吧。九哥，等到了下一个村子，我就把我的刀给卖了，这样我们就能吃一顿饱饭了。我想好了。怎么了？我想好了，我们不能再如此下去了。这种东躲西藏、浑身发臭、风餐露宿的日子，我早就已经忍受够了。九哥，等到了关外，我谋个生计，就不会这样苦了。现在是苦了点儿，你再忍忍。杨言，哎，你听我的，
作为一个男人，根本没必要这样。你是锦衣玉食的大将军之子啊，本来有大好的前程在前面等着你，你现在却跟着我过这种不人不鬼的日子，是我害了你。九哥，不必多说了，都是我自愿的。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我决定回去认罪。什么？你别想不开呀！你回去，七上能饶了你吗？你忘记了吗？他要惩罚僵尸那个撕腿的刑罚了吗？用我一人的性命，换你们所有人下半辈子和我自己的坦荡，我觉得值了。九哥，我懂了，我陪你去。